大家好，隨住立春嘅到來，我哋迎接嘅係一個充滿希望同新生嘅季節。作為24節氣之首，立春不僅標誌住新一年嘅開始，亦都象徵住自然界嘅復甦，大地逐漸回暖，萬物喺陽光嘅照耀下重新煥發生機。根據道家理念，春季係陽氣升發嘅最佳時機，萬物萌生，特別係同肝相應嘅季節。呢時期養生嘅重點係順應自然，護持陽氣。喺衣着上，我哋應該下厚上薄，以避免驟然改變衣物，讓人體毛孔因順應回暖而疏鬆，從而避免寒邪入侵。而喺精神養生方面，春季應保持輕鬆樂觀嘅心態，戒除暴怒與憂鬱，以達到身心嘅和諧。傳統上，立春時節有咬春習俗，即係用蔥、蒜、韭菜、橋頭、洋蔥以及生薑等食材製成春卷。呢個能促進陽氣嘅增長，仲有助於消除春季嘅疲倦感，發散寒氣。所以立春讓我哋通過飲食與心態嘅調整，共同迎接春天嘅生機與活力，讓生命重新綻放。今集盧主持分享到呢一度，鍾意我哋導遊心學嘅節目，結良緣立福點讚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